来看新竹城堡的旧堡社区有一个真特别的传统，叫做蒸饼节。大家做伙把这茶卷起来，把这纸顶头写的这个歹代志，甲弄互破，代表这无好的代志拢已经过去啊。这种传统是新竹才有的哦。光叉箍画口号，配合骹步向前，把纸弄互破。代表弄破纸顶写的歹代，这是全台湾伫新竹才看会到蒸饼节活动。伫旧年尾特别迎接新年的这个时阵，歹事走好事来，社区的阿公阿嬷也甲摕来当作培养感情的活动。前日据时代哦，日本人管台湾的时候哦，很穷嘛，没有钱嘛，拿那个大棍哦去拢闷抢，那不是贼了。众义兄呢，抢来乡下穷的人大家吃，觉得大家团结一致，很棒。因为社区在传承各项文化，那祈祷说有葱饼记，所以我们这一代有没有社区就把它继续传承下去。社区理事长指出，蒸饼节由来是日本时代，因为台湾社会治安较歹。有一群人会用叉箍睁开别人家的大门抢物件，互人号做蒸饼贼。后来，这群人加入抗日行动，甚至失去性命。大家为着纪念因的付出，才有今摆蒸饼节。春饼节有的就是参加了我们的义勇军来抗日他们也有一些对我们这个社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以前的一个作为了所以我们呢就是把他这个精神把它化成我们的春饼祭。那我们有一个春饼的仪式来撞门。蒸饼节经过这几年的推广，那变做在地真特殊的传统文化，也发展出属于旧堡社区才有的地方特色。大家做伙弄破纸顶写的疫情、疫运，也是散车的大门，代表拍破无好的代志，迎接好的未来。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